睇到條片，特別你3年準備試新嘢，碌走咗你就唔會知道呢9個體驗背後 Terence 究竟期待啲乜嘢。準備好未？冇問題。Let's go！劇場呈現現實同埋網絡世界嘅角力，究竟我哋點樣真實咁理解同埋公正咁樣評價一個人嘅生命同埋行為？透過布萊希特嘅私人之死，我哋終於有機會去剖析一個社會點樣一齊前進。復興水上人民謠，香港鋼琴家黃志仁以音樂回溯我哋嘅香港，配合 Bossa Nova 同埋歐洲古典樂，感受漁村風情，喺全新嘅東角文化中心感受新鮮嘅體驗。聽我講多幾句，仲有更加精彩我未講啊！嚟自更遠嘅弦樂四重奏，紐約嘅 Mifos Quartet，韓國嘅 Novus， 近似香港凱旋而歸嘅鋼琴手沈靜濤，為 Classical Music 添上新嘅聲音。舞蹈同埋 Visual Arts 愛好者都一定會欣賞 Caravaggio。喺呢個表演入邊，你會見到一個個形神俱備嘅芭蕾舞者，將意大利著名油畫大師嘅作品同埋一生喺舞台上邊 come alive。如果你都中意 Art 嘅話，余湘君嘅超媒體音樂會會有鋼琴、虛擬樂器同埋 AI， 好華麗咁樣刺激你嘅眼睛同埋耳朵。係一套令你思考人性種種嘅舞台劇。지난 10년간 난 잊혀진 스파이로 살았다。間諜、心理、對錯，我哋有幸可以睇到韓國大熱電影、電視劇演員嘅精湛演技。一個好似睇緊 Black Mirror 嘅體驗，大家身處喺實境3個幾鐘，經歷4集 Sci-Fi 懸疑故事，燒腦、緊張刺激嘅 Volcano。呢9個節目只係一個開始。2026年藝術節有40幾個節目，如果你對3個節目或以上心動嘅話，就快啲趁 Advance Booking 預訂啦！